好，我哋開始啦。Round one。好，第一句就係你今日又遲到。今日又遲到？明明識你今日又遲到？可以喊佢。你今日又遲到？你今日有遲到？ Round two。今日食咗飯未？你今日食咗飯未？可以，你自己笑，快啲啦，導演，你冇笑啊！你冇笑。我繼續，真心。你今日食咗飯未啊？可以，我可以問食。今日食咗飯未？本次咁樣問。你今日食咗飯未852market.com 係香港電商平台，有超過800款產品，包括外國及香港大型品牌，支援各款支付平台及派送物流，歡迎優質產品上架。詳情請到852market.com 了解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